韩国瑜顶礼拜六伫台南举办造势大会，有人甲结鸡卵，警方已经找到2个涉案的嫌犯。因讲因为造势造成塞车、食不完，才会临时有这个想法去买鸡卵来结。警方认为2个人无受害必要甲请回。国民党的议员批评是咧纵放嫌犯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顶礼拜六伫台南水平温公园造势，活动结束，韩国瑜准备要上车离开前，有人甲牵鸡卵，虽然无牵到韩国瑜本人，也有牵到边的民众，警方唔敢大意，要监视器追查，3天后抓到2名嫌犯。牵鸡卵的就是这2个查甫人走去超商买一盒鸡卵，徛伫斑马线顶面就牵，无偌久人随走。因为造势活动造成塞车，因有够生气，唔才会牵鸡卵。他们2位都没有在政治人物的服务处担任职务，那也没有加入任何的政党。检察官认为无性爱必要，问过了后限制住所，并且请因转去。因为南洋议员认为讲，不要可能也有技术者。这个事件，又是不是所谓的自导自演？我想这政治性的目的很明显，检察官应该深入调查，把穷究吹出来，真正幕后指使者吹出来。因为选举的关系，情势愈来愈紧张，参选人的维安随升级，表达诉求方式有真侪种，用暴力都是唔对。